新春快乐！请咱这时为万心，三个来敬拜上帝。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罗入伊的院，着感谢伊，阿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请咱三个来吟圣诗第435首，等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无着急时，紧行天路着急时。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435首。See
引进你我进步，一力口出见多时，因着地路不安定，愿不明天我最心，愿不明天我最心。请咱游玩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第13页，咱三甲来齐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罪主，伊对圣神来，对在些有马利亚出世。伊本对亚多来受苦，变是罪死来做无因父。第12日7日中国话上天32年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相通，罪大灭，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交托上帝的话，今日要交托的是启应文34，启应文34伫个新信心的后面，第1059页，显着咱三个来交托，着称赞上主。我的心啊，要称赞上主。我一心要称赞上主。我活的日子，拢要算我称赞我的上帝。毋通我靠君王，毋通死的人，因袂当帮助。因一个断开就归途，因的计划第1日就落空。靠雅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君王，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枉亏的人伸冤，上主讨放受乖家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厝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啊那你上帝会代代做王，着称赞上主。请咱压头三个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你是阮的上帝，阮的救援，阮要倚靠你。你是阮的盾牌，阮的关台，阮要学罗你。阮知日月如梭，那水流直直去，无停候。过去的一年，亲像眠梦紧紧过去。阮感谢你一年来的看顾甲保守，感谢你赐下秋风、春雨，润泽土地。阮也感谢你，互四季运转照天时。感谢你将平安赐予阮，互阮的心内无忧愁、无丧胆。伫新的一年，阮更加爱学凡事，爱祈祷，时常爱感谢，照着读经，更加来认捌你。也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伫新的一年灵敏有通真正。阮也求你看顾今日厝外的兄弟姊妹，保守因的脚步，看见因出入平安。也求你甲今日会讲完，也无使同在，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祈祷困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
旁会记里，由来挂别后悔，就在兄弟座位。跨过千条啊，因无情也无休，无情处地切尘，兄弟却有情。梦边挂路，飘过快乐日子。兄弟要互恁照比，咱要因亲天气，咱要因亲天意。就来挂别后悔，残也的别后悔，就来挂别后悔，就在兄弟所做，所能的荣华富贵，地通比天通会一就来挂别后悔，就在兄弟座位。就来挂别后悔，就在兄弟座位。真感谢余阳兄用伊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礼拜。即摆咱三甲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36章第1节到第7节，和合本是114页，汉语本是99页，现在中文版是114页。比撒列甲阿和利阿伯，甲拢总心有智慧的人，就是得到耶和华赏赐智慧、聪明，互因知做成所答应路用的工课，拢着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来做工。摩西调比撒列、阿和利阿伯甲记那心有智慧的人来，就是耶和华用智慧赏赐因的心，心受感动的来做工课。因对摩西摕一切的礼物，就是以色列人为着做圣所甲内面所用的物摕来的。百姓逐早起来，有愿用甘心献的礼物摕来互伊。既若做圣工的工，遮个有智慧的人，拢暂停因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讲。百姓所摕来的，比耶和华命令做的工所着用的料过额有剩。摩西出面，因就宣布伫全营讲，无论男女，无得搁做啥物来献互圣所。对安尼，阻止百姓无搁摕来，因为因所有的材料到也通做一切所着做遮的工，煞有够。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足够有剩，请
叶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咱大先爱讲的应该是即个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好，咱做伙来讲嘛吼。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咱互相来讲吼。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哦，真特别的机会就是今仔日的主日礼拜，上时也是教会的新春礼拜。啊，当然，咱台北市是较特别的。若伫即个中南部，属伫较庄脚的遐个所在的教会，有可能新春礼拜平常时聚会，甲咱教会差不多的，啊，伊讲的变做百几人、200几人，拢有可能。哦，咱敢有听过即款的代志？哦，真侪即个较算较山区，也是较偏远，也是即个海边仔的海线的教会。啊，通常拢人口外流，啊变做台北甲遮个较庄脚所在的教会，台北市甲遮所倒变，吼交换的一个吼交换的一款的一个概念，吼啊咱像今仔日吼，咱教会附近竟然路边就会当停车，平常时是要找一个停车位是差不多等爱吼10分钟、20分钟，有时阵佫等无，哦所以。哦，咱真正今仔日的主日礼拜，望咱会当体会到上帝对咱一年的照顾，也互咱即个会当伫新春的时阵咱用感恩的心来过节，用感恩的心来献咱家己，互主来用。落去遐说，伫今仔日咱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也是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愿用感恩的心来组织。伫今仔日新春礼拜，愿也用欢喜的心来将愿伫过去一冬，你对阮的看顾甲祝福，愿用。阮的诗歌，愿用阮的行动，伫今仔日礼拜中间，愿来回应你的听，你的慈悲听达。主啊，恳求主你的圣神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也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透过主你的话，无论是讲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阮的信心若加添，阮的灵命若坚固。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予主你亲自来带领。愿安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落去遐这，差不多要30冬啊，20多冬以前，台湾咱台北市有一句选举的口号，叫做“有梦上水，希望相随”。咱应该会记起这是啥物人？到伫今仔日，常常咱讲到台湾的，无论是政治，讲到台湾的选举的分析，拢会提起即句。这是全国的选举的口语啦，即个标语，2000年的时阵的标语，有梦上水，希望相随。搁较早以前，伫1960年代，伫美国，即个伟大的黑人的民权运动的领袖金恩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伊伫1962年非常出名的演讲的中间，伊的主题也是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落去遐这，我有一个梦。讲到梦想，咱心中应该就开始有迄款的愿望，咱心中也会提醒着咱，只要咱活着，明仔拢有愿望；只要咱活着，头前的路，咱拢会当勇敢
来行落去。这就是马丁路德金一个金温博士这句话讲我有一个梦，伫即日，即个国家会徛起来，佮会当活出即个真正的即个国家的信条的意义，就是咱认为即个信条、即个真理是毋免来证明的。即个真理就是人人生出来拢平等，人类拢是平等来受造的，人人生而平等。针对当时美国即个种族隔离的政策，造成黑人的痛苦，因的苦难，金恩博士以勇敢来做梦，以勇敢来做梦。但是，弟兄姊妹，做一个勇敢做梦的人，常常伫现实中间，真紧会发现到，就是做梦常常是需要冒险的。甚至勇敢做梦的人，有时阵爱牺牲家己。这也就是金恩博士伊带领美国的，伊后来是1968年4月4号受暗杀来牺牲性命。所以咱知影讲，金恩博士的梦，迄个梦笔顶面写啥物？写创世纪迄句。迄个约瑟的兄哥，因互相咧讲诶，讲咱要将即个爱做梦的人，要安怎对待伊？你敢知影？这是一个当时，即个黑人民权运动对峙金恩博士受暗杀的一句讽刺的话，讲哇，大家看到爱做梦的人，就无好对待伊，甚至佮甲伊陷害。这就是伫即个扭曲的社会中间，爱做梦、勇敢做梦的人，勇敢追求梦想的人，通常会互人排斥，甚至有人会故意甲伊摇后骹，也是故意甲伊欺负。所以伫历史中间，勇敢做梦的人，佮愿意追求梦来实现的人，通常效果拢无拄真好。有时阵，咱也同款。有时阵，咱勇敢，咱愿望会当有一个梦想，咱勇敢做大的梦。但是，当咱要实现的过程中间，咱较知影做梦简单。但是，这个梦想安怎？咱有这个梦，但是咱愿望，咱所梦到，咱所愿望的，咱所梦想的物件要实现，这需要大声付出真大的代价、经费、人、时间、技术，甚至人际关系、人脉、人脉等等。但是，咱会当这个总结一项代志，就是无够野，无够野，常常是咱要实现咱的梦上大的阻碍。无够野，不足。可能你想讲，你要事业第二春，但是较发现，哇，我即马讲资本无资本，讲人手。并无完工，然后咧，哇！我这个学校毕业遮久啊，真新的技术我拢袂晓。我所会晓的物件是我大学毕业几若10年前的代志，也是讲时到你才发现，你要事业第二春，哇！你发现讲，哇！我的人脉。我已经甲我以前的要创业的时阵，才会人际关系有诶已经脱
法则啊。不足、无教养，常常是咱实现梦想上大的阻碍。我想，咱应该加减拢有类似的经验。咱对细汉到大汉，到咱大汉到咱今仔，咱有做过真侪的梦，但是咱常常咱所做的梦，总是拢会停留伫做梦。是大人会讲啊，你汉民哦，讲什么做美梦啦，做白日梦啦。咱敢是也有经历过，拄着无教养，咱变做一个永远拢是拄着无教养即个问题的梦想的人。咱勇敢做梦，但是即个梦想要怎样变做实际，咱发现咱真正无教养。所以，咱反省咱家己，咱诚实来问咱家己，敢有可能咱年纪哪大，咱煞变做有哪来哪做，即个无实现的梦，无实现的梦，因为咱有太多的无教养。当然，过年时，这讲道袂当干那讲到遮啦。然后咱即个咱一年未来一年要安怎啦？毋是啦，咱今仔日的圣经出埃及记36章的记载，记载的是啥物？毋是无教养，是资源充足，甚至充足到有剩。毋是无教养，是太多有教养，甚至有剩的画面。所以出埃及记36章第5节安尼记载讲，因来对摩西讲，百姓所摕来的比耶和华命令做的工所着用的料，过夜有剩。过夜有剩，这个华语是讲富富有余。咱知影出埃及记第1章，甲咱讲啥物？讲雅各，因为约瑟雅各的囝约瑟先到埃及，后来经历最的辛苦。变成埃及的宰相，然后当即个雅各甲伊11个囝伫迦南地煞拄着饥荒，咱知影约瑟是互伊的兄哥卖来埃及，但是雅各甲伊11个囝为着生存，就走来埃及。煞认着哇！即马埃及的宰相约瑟是雅各的后生，是雅各遮个其他11个后生的兄弟，所以因就迁徙来到埃及。伫埃及过了几若代了后，即个新的埃及的法老毋知影约瑟的代志，所以开始来苦毒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伫埃及地做奴隶做真久，凄惨落魄。所以出埃及记第1章讲到的以色列百姓，伫出埃及以前是做奴隶做奴才，凄惨落魄，生活悲惨，做苦工，甚至搁法老后来搁苦毒因，无爱互伊有教养通食，是经历过真多无教养。第1章的以色列百姓做奴隶是无教养，所以后来上帝照着伊对以色列百姓的祖先所立的约，呼召摩西来带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脱离做奴隶的状况，来得到自由，来脱离迄款的无教义。然后伫出埃及记19章开始，19、20、21、23、24，上帝就透过摩西交代予以色列百姓逐款的律例，教因讲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百姓，因毋是即个埃及的奴才，因是上帝的百姓。到25章、30章，这中间的5章，就记载上帝通过摩西交代百姓要怎样来起做会幕，就是起做以色列百姓敬拜上帝的所在。既然成做上帝的百姓，所以上帝交代摩西教以色列百姓爱起做一个会幕。照期间，照上帝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所以这较有够伫今仔日，所以出埃及记25章就有记载着，耶和华爱摩西，上帝爱摩西命令以色列百姓爱奉献予上帝，但是爱心甘乐意，爱奉献什么？金银铜逐款真水的色，遮的布，遮的布料、山羊毛等等等等，才会起做会幕的材料。但是利未兄弟，咱敢有想讲，安尼上帝要求敢会太济？以色列百姓打出埃及，脱离做奴隶的状况，但是上帝未前未就叫因献出遮个金银铜，遮个水的宝石，逐款水的布，遮个材料来起做会幕，哪有可能啦？安尼上帝敢是不近人情？因为咱知影，伫美国讲到美国的遮个黑人本来做奴隶，1865年因得到讨棒，但是咧，因当得到讨棒了后，遮个黑人较发现，因以前无受到特动的教育，过来因无资本，腹肚拢无物件通食，腹肚枵的状况下面。恁讲伊得到自由会当做啥物？敢若会当返去伊原来的主人遐，继续来做奴隶，甚至过去做奴隶5晚做就有饭通食。后来因得到自由了后，佮重新做伊本来主人的请工、的员工。煞即马煞有一个劳资问题啦，煞变做有时阵即个头家买互伊薪水，所以有一段时间，有诶黑人得到讨棒了后，伊会感觉讲，以前做奴隶就好好啊，即马煞反倒转，受到头家诶剥削。但是咱看圣经，同款是受到讨棒诶奴隶，上帝竟然是将起做会幕即款重大。需要真侪资源，需要真侪技术的工作来交代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但是咱圣经爱真少来看，因为上帝会亲自提供伊的百姓，会当达成所交代使命。只要这个代志是上帝的计划。上帝会亲自来备办，亲像咱短短所读到出埃及记36章第1节，讲到两个人名，这两个是算做是总工程师，比萨德甲阿荷利阿伯，
总工程师，因两个有迄个知识、迄个才调、迄个领导的能力。过来，佫讲到啥物？佫讲到，甲拢总心有智慧的人，就是得到耶和华手赐智慧聪明，互因栽做圣所逐样路用的工艺，拢着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落去下这，上帝只要是上帝的命令，只要是上帝所计划的代志。上帝会陪伴所需要的人，有即个所需要的技术、才能、智慧的人来做管理，像比萨德。上帝也会陪伴有教育智慧的人来组织、来训练，这就是阿荷里阿伯。过来，只要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亲自会陪伴所需要，有即个所需要技术、财物的同工来愿意付出时间甲气力，来做伙完成伊的计划。上帝会亲自陪伴，会陪伴有即个所需要的即个技术的人。会陪伴有教育智慧的人来组织、来训练，上帝也会陪伴有遮个所需要技术甲才华的同工，心甘乐意付出因的时间甲气力，做伙来完成。这就是上帝亲自陪伴，因为只要这个代志是上帝的旨意。咱各位知影，其实。伫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以前，其实上帝已经为因陪伴所需要去回报的遮个资源。为什么？咱若看到出埃及记12章第33节，咱知影上帝已经降10个灾厄来到埃及，互埃及的法老王甲伊埃及人凄惨落魄了后。所以，迄当阵，埃及的百姓就讲：“啊，恁以色列人紧走啦，紧走啦！”讲感觉上就是，感觉上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感觉。所以伊讲：“你走啦，你爱啥物，我互你走啦。”啊，即当阵上帝就安怎？上帝就命令摩西，叫遮个以色列百姓安怎？要走以前讲：“哎，阮要出埃及啦，阮要去旷野啦，啊，阮无衫通穿，啊，阮无所费通开，哦，所以，即个出埃及12章35节、36节，就安尼写讲，耶和华上帝互以色列百姓伫埃及人的目睭前来得到恩典，埃及人就互因所要求的。所以，伫要出埃及以前，遮个埃及人就将遮个即个贵重的物件，遮个衫拢送互以色列百姓，互恁紧走，恁紧走。哇！煞拄啊好，上帝互以色列百姓伫出埃及以前，就摕到遮个需要去会无的即个材料、金银甲。衫，这衫就是讲即个吼，即个幼地布啦，遮个彩色的布啦。所以上帝其实伫以色列百姓还未知影以前，甚至摩西阁还未知影以前，早就陪伴去会幕的材料，甲遮个人。过来看。伫出埃及记36章第2节、第3节，有安尼记载讲，摩西调比萨德、阿荷里阿伯，甲记那心有智慧的人来，就是耶和华用智慧手赐因的心，深受感动来做工的。
因对摩西摕一切的礼物，就是以色列人为着做圣所甲内面所用的物摕来的。百姓逐日早起，犹原用甘心献的礼物摕来献伊。落去遐做，则讲到的毋是讲啊，恁爱奉献，恁爱奉献。则讲到的是啥物？讲到的是心内受感动，佮自愿，强调的是动机佮心态，就是因为即个信心、即个信仰点倒的即个热情，所以因甘心乐意摕来献，为着上帝的旨意得成，大家做伙同心来将伊完成。落去遐做，对伫以色列百姓，因原本伫埃及受苦做奴隶。但是因为有即个信仰来点倒的服侍的热情，不只是心甘情愿付出，照着出埃及记36章第3节所写的，因阁是每一早起，迄表示啥物？每一早起，就亲像咱伫教会服侍，我真感动咱的圣歌队。哇，8点45分，每一个主日拢爱提早来教会，这就叫做持续、愿意无停的来献出家己。即款这是每礼拜你拢爱做哦。你毋是讲今仔日我拄啊好起床起来较早，我提早来教会，然后后礼拜我想要困，所以我较晚来。毋是，咱伫教会内底看到咱教会的一寡同工，伊愿意做的是每一个主日，每一个拜六，想讲要拍酒杯，搁较无简单。拜3拜4都爱伫遐烦恼啊！讲牧师啊，即个后礼拜讲道的资料刚出来啊，到伫拜3可能就爱问牧师讲，牧师啊，即个酒杯需要写稿咧，刚好啊。每礼拜拢爱继续来做，这就是信仰的热情。这款就是自动自发，所以愿意无持续、无断来献出家己。所以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伫诗篇，伫即个出埃及记36章内底。有即款信仰的热情，甚至即款热情是强到讲，摩西甲因讲好啦好啦，暂时莫阁摕来。就是亲像有时阵牧师，可能咱嘛听过，有的牧师讲，猫咪兄弟啊，你身体爱顾哦，也是讲即个不要紧啦，你最近身体较歹，你即个可能。会当暂时看牧师来替你做，也是讲找倒一个兄弟来替你做，因为你上过辛苦啊，你身体爱顾，同款的道理。这背后拢是信仰的热情，甲迄款对内到外疼心的表现。亲像讲3冬，即个2冬外以前，咱讲会记，迄当阵欧洲2020年。的时阵，欧洲的即个新冠肺炎真严重的时阵，一个国家受害足深，就是意大利。意大利，咱知影意大利是一个即个罗马天主教会上强的所在，所以因嘛派真侪宣教师来到台湾，亲像讲宜兰遐罗东的即个圣母病院，就有几内个神父伫遐服侍。其中有一个老神父叫做吕洛瑟，伊伫2020年的3月，发现到伊的国家、伊的祖国意大利疫情非常严重，非常严重。
所以伊伫4月开始，就替伊的家乡、伊的即个意大利遐来对伫台湾人来公开募款，要帮助共一个修会的即个意大利的即个灵医会的病院甲安养院来募款。结果咱台湾人真有疼心，短短6日募款1.2亿、1.2亿的台票，6天以来，煞超过即个圣母病院的工作人员会当来负担、会当来准备的能力。所以咧，迄当阵吕神父吕若瑟神父，伊就公开讲毋免过来捐啊，毋免过来捐啊，因为台湾人的疼心，台湾人对伫基督徒的一个认同所做的代志的认同是遮尔强，所以伊讲不要再捐了。这是无久以前发生伫咱台湾，甲咱出埃及记36章敢是真相像。平常时真侪教会拢听着讲爱奉献爱奉献，但是实际上，只要即个信仰会火点倒，其实上帝会互人的欠缺必正富足。落去下这，当上帝将异象美眷放伫伊的百姓的中间，伊一定会通过才会期待梦想成做真实，梦想成真的人来将有限转变成做有阁有春。亲像出埃及记36章2节有强调的，强调就是既若心有智慧的人，就是耶和华用智慧修饰因的心，深受感动来做工的。落去下这，上帝是互伊的百姓有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亲像人做梦共款。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上帝互我，这个梦想是出于信仰的热情。只要上帝互伊的百姓有异象，上帝的陪伴有教育，来互这个异象来成真，就亲像上帝将起造会幕的计划交代互以色列百姓同款，上帝也互咱得到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咱所有兄弟姊妹伫生活的中间，来为着上帝做见证。伫咱的生活中间，互众人会当体会到上帝甲咱做伙伫地。但是咱知影，讲着异象，有时阵上帝的计划是互咱会当真清楚来了解。但是常常，咱领受的异象是啥物？咱领受的异象就是上帝互咱知影。上帝爱咱学习的，就是信靠伊，信靠伊。常常上帝将伊的计划交代互咱，只是甲咱讲一句话：信靠我。不过，落去下这，出埃及记36章真明确提醒咱，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伊会亲自来提供咱所需要的，来达成这个异象。落去下这，可能恁心内会想，咱过去做过真多的梦，对伫教会，咱过去想要做真多，但是有时阵到后来，咱会发现讲，家己煞小可灰心丧志。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咱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吩咐咱。上帝吩咐伊的百姓，这是出埃及记36章讲啊真清楚，就是咱所做的，敢是上帝的旨意，这是咱大声爱想的。咱所要做的这个事工，敢是上帝真正
第一爱咱做，也是讲因为这是我的兴趣，也是讲因为这是我感觉利益上大。我，咱爱想的是上帝爱咱安怎做，但是咱有时阵总是自我中心，也是总是有时阵咱煞忽略着了解上帝的旨意。当咱因为上帝予咱的意向来勇敢做梦的时阵，伊一定会点到咱信仰的热情，来实现这个梦想。亲像以色列百姓，当因信仰的热情来点到的时阵，因每一早起将自愿奉献的礼物带到摩西遐，因自愿，这个自愿就是迄个信仰的热情。咱千万莫袂记住，以色列百姓捌做过奴隶，因捌经历过困苦来受苦，但是因为领受着上帝的意向，互因的付出，毋是出对奴隶性的不得已，因的付出是出对自由的人的心甘乐意。弟兄姊妹，保罗甲咱讲信，互咱得到自由。信仰是互咱得到自由的信仰，因为咱知影上帝的旨意是啥物，咱对着上帝来得到这个热情，所以有到有出，过夜有春。其实对所有的基督徒，拢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因为当上帝互咱得到一个意向，伊一定会为着咱来备办一切，互咱过夜有春来实践伊的旨意，互伊的旨意来成全的。咱各位兄弟姊妹，愿咱为着咱西欧教会。大家同心来付出，互咱教会成做咱四周的人毋忘的记号，也怎做咱会当得到信仰拿加天，互咱得到信心来坚固的所在。咱做伙阿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体会到，只要是主你的旨意，你拢会备办。尤其对伫教会的事工顶面，主啊，求主你互阮毋是大声烦恼，阮要做啥物，是阮大声同心，用祈祷的心来找求你的旨意是啥物。也求上帝你互阮毋是过头伫遐烦恼，阮欠缺啥物。是爱伫主你的话中间，互阮得到提醒，就是你是丰盛的主上帝，你会亲自来带领，你会亲自来提供阮教会的需要。所以恳求上帝你互阮，甲兄弟姊妹做伙来领受你的意向，也做伙。透过信仰的热情，阮来献出阮家己。主啊，求主你带领阮的教会，带领阮教会所要做的事工。我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应答上帝话，咱来吟诵回应信息第546首。54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所以逐项虽有反复，我愿照主所爱。恳求上帝现时掌我，全无服侍敬拜。请咱起立来吟诵诗第546首。
我的心就地安稳，常常甲你同行。家己感觉靠做秘密，延续你的生命。我做人爱天白切言，为我受着苦楚，因为心内接受真理，做行无做路步。我若常常听其他人最后的自由道。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请民意长老甲金安执事来书献。下面我要来报告，还未报告的特首，我来介绍咱新的朋友吼。咱今日叶牧师有伊的牧师娘吼，啊，甲伊的查某囝后生来到咱的会堂，请咱拍拍甲伊欢迎。今日也真欢喜吼，纯玲吼嘛来到咱的中间，咱嘛甲伊欢迎。好，请咱掀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今日真感谢叶进咱牧师的讲道，愿主赐福叶牧师所做的工。第二，后礼拜日1月29。叶牧师的讲道的题目是用信仰解决问题。伊的经文是雅各书第4章第19、第60。第三就是新年恭喜，伫新的一年，愿主赐福互兄弟，恩典满满。第四就是今年度的会员好会要定伫2月19，请各单位伫1月29以前将提交资料互工长老。第五就是2020年所得的扣缴的申报，咱已经是1月10号拢已经完成啊安尼。下面呢，咱互相来请安为新年，大家互相来讲新年恭喜，平安恭喜，恭喜，咱来吟圣诗第402首。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主，去恳求你，甲我带搁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细者，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
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找求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请咱起立来吟诵44802首。恩叫主的领带我脚步，那么我不家己来行。恩叫你甲我路好，假使我眼睛点你是正，怎我打日出手你甲脸，互我比互我叫做肯定。伫新的一年中间，愿咱每一日拢会当得到上帝将咱信仰的火来点倒，互咱对家己来做起，正做咱四周围的人的光灯，也互咱会当大家彼此相同工，互咱教会也正做正人愿望的记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比较大一些，但是长啊嘛是台湾话。你要不要形容你哦？兄弟，我还是要有一点对啊。我来了，我拿出来嘛嘞。啊，你好，你好。对了，这个老弟在这啦。你那里，都把你拿，都给你拿。我今晚我做一些。这些料没有来。没有来。我们直接过去了，因为我们那个时间不是那么。所以叫他直接去那边，不然来不及。然后就过去。